新地生活美学馆举办母语友善行动，讲故事、演戏，还有母语的词啊，互民众轻松来体验台湾母语的水。去囡仔敢会足困难？练习爱时间体力。哦，母语市集内底有讲台语、参客语，互家长带囡仔来到现场，透过上平常时的方式，自然开嘴来讲母语。袂歹啊，因为伊遮介自然，大家拢会当来遮参加，然后顺便讲台语，甲大家互动安尼。一般你去买物件，才会讲台语？较少。怎啊讲？为什么？平常时就较无会讲台语。现场还有台语过关游戏，考验大家的母语。新竹生活美学馆表示，透过活动，除了希望让大家在生活中加接触母语，自然讲母语，更加希望为台湾社会带来更加丰富的母语资源，鼓励民众做伙来学母语。我们为了要提倡母语的主流化的一个行动呢，是透过我们的故事，还有我们的戏剧还有我们的闯关。还有我们的各种的文化体验呢，希望我们从这个摊位当中，我们希望用我们的国家语言，各种国家语言，用自然的语言来讲。另外，现场包安排手艺来服务听众朋友，希望以多元以及平权的概念，让所有人拢会当来参与母语友善计划活动。记者杜君和新北报道。